歡迎翻到嚟7月28號 U 仔 Podcast 吓，動動你嘅發財小手，俾個 like，祝你福有攸歸啊！今日講兩單嘢啊，飯局妹 Charlene 啊，收咗幾十萬呢個，哇 TVB 小花嚟嘅富豪飯局啊！我哋轉頭睇一睇。另外睇啲勵志啲正能量嘅嘢啊，16歲少年網上轉售洗衣機啊，發咗達靠 AI 篩選入貨啊！佢話啦，機會處處都在，其實係嘅，真係。我都經常講，靠 AI 提升你嘅生產力啊嘛。其實而家冇嘢係專家噶，你肯問就得噶啦。專家喺我哋身邊啦，已經真係唔使識噶，你肯問就得。你一研究肯問好多大模型都可以答到你我哋睇一睇第一單先，因為呢個 Charlene 咧有啲面線啊，我認得佢，我記得佢上過節目噶。我哋睇一睇係咪嗰個 Charlene先，應該就係係啦，係啦，本名真相由啊！呢條女呢，我印象佢係咁嘅，我記得當其時好似話佢做私影 model，係啦，咁啊賺咗嚿錢，然之後就投資內地樓，係啦，買咗好多嘅，跟住賺到錢嘅，賺到一個好可觀嘅數字，可以退休噶啦，跟住呢，就因為佢係借錢咁樣玩落去嘅，跟住爆煲嘛，內地樓價爆煲，跟住令到佢好似跌翻落谷底嘛。我印象係咁嘅，有咁嘅人嘅，因為上過電視機嘅。今年因為點解佢個名呢叫真相由，我好記得佢個名嘅真相由啊嘛，力真相由啊嘛。咁呢個今日嘅主角Charlene 咧就亮相 ViuTV 晚吹一戀講嘢嘅節目，係啦，係啦，咁佢就大膽承認自己做過一啲交易啦，大家自己幻想就明噶啦，收穫幾廿萬咁樣啦，咁近日上咗呢個飯局妹嘅節目呢 Podcast 呢，就透露自己已經金盆洗手做咗紅娘，仲大爆呢個社會富豪飯局嘅內幕，仲有話咩 TVB 明星仔嘅開價好高。呢條女呢，就分享自己已經退出咗飯局圈就做紅娘噶啦，年薪7至8位咁男士揾對象，咁佢又分享一個月呢，就大概10萬到20萬到啦嘅專業人士嘅經歷啦，有人呢，就打算追求一個係波長形式嘅 TVB 明星仔，結果呢，女方就開出一個天價，要求送一個50萬嘅手袋，淨係話咩唔包任何嘢嘅，淨係50萬啫，咁貴噶，呢啲咩世界嚟嗬？咁至於呢個主角 Charlene 亦都有富豪垂稱，佢話曾經透露一個有高達10位數嘅身家，70歲低調嘅富豪，10位數即係幾廿億啦，係嘛？幾廿億咯。咁被問到點解喺咁眾多美女脫穎而出呢個飯局妹呢？阿 Charlene 呢就話啦，呢個富豪呢接觸嘅女生呢，多數都係冇乜學歷氣質一啲比較 MKD 又有大學嘅學位嘅佢啦，咁自然顯得更 high class，反差文係咪即係MK 妹又有大學學位咁樣？咁呢個 Charlene 就話啦，兩個人呢每星期見2-3次啦，咁呢個富豪就好闊綽噶每一次見面呢就俾1500到2萬蚊嘅零用錢嘅啦，咁多噶？我哋呢啲真係唔明嗰個世界咁呢個 Charlene 就話呢個富豪好紳士噶，淨係食飯嘅咋，飲下酒嘅啫，傾下偈噶，乜都冇噶，咩都冇搞噶。咁不過阿 Charlene 就話啦，呢兩個人呢，即係佢同嗰個70幾歲嘅富豪關係呢，幾個月就完咗啦。咁因為點解佢哋咁快完呢？原來係話呢，因為有人肯跪地咁大家自己幻想啦。佢話你明嘅啦，我就唔肯跪噶啦，咁樣大家自己幻想啦呢啲。咁講翻佢嘅背景啦，咁之前喺節目亮過相啦，話自己係護士，跟住係私影女 model，係咯，我記得啦。跟住呢，就上過一個再見負資產啦，就話啦，係咯嗰單嘢我記得啦，就自爆喺內地啦、澳門同埋香港有5個物業，因為樓價炒高，係咯有千萬身家嘅佢遇上經濟不景呢，咁變咗負資產啦，係啦，我好記得呢單嘢嘅。咁上下年有提到自己因為財迷心竅呢，進行過一次價值10萬蚊嘅交易，咁大家自己幻想呢啲。
咁咪即係貴咗，咪即係貴咗咁講，又話自己唔貴，咁咪貴咗，咪即係自把嘴巴，係嘛？唉，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個世界真係，即係我自己咁講，唔係我杯茶，大佬真係，唉呢即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咯，老豆豆真係。唉，講翻啲正面嘢。咁啊，美國有一名16歲嘅少年啊，好叻仔，展出咗一個非凡嘅頭腦啊，商業頭腦啊，喺網上轉售呢個超市嘅洗衣液啊，靠 AI 輔助經營致富，短短喺1年裏邊賺咗118萬港紙，哇，叻仔！咁呢個嚟自呢個密蘇里州16歲亞歷山大啊。咁佢退出咗呢個曲棍球隊之後咧，就發展下一啲副業咁樣啦。咁佢哋亦都留意到啦，喺 Amazon 嗰度咧，同埋沃爾瑪咧喺度轉售物品，從中圖利。條友話學下嘢。咁點咧？嗱，佢用咗佢老豆啊，佢老豆個老豆，即係佢阿爺嘅500蚊嘅美金，就請咗一啲專家，就賣一啲傳授一啲網上轉售技巧啦。咁真係得嘅咩？呢啲係咯，你俾500蚊人哋，佢教你，咁佢食咩咧？我係咪咯？我都唔係好明，我真係得嘅咩？嗱，咁呢個人咧就用數據分析啦，篩選下啲價格啊、庫存啊、市場嘅趨勢咧，最終鎖定咗喺 Walmart 嘅洗衣液為首款產品。哇！咁啊，舊年5月啦，日日就踩單車啦，掃清晒各區嘅沃爾瑪洗衣液啊！之後咧就自己貼包裝啊、標籤啊，再送去亞馬遜個倉嗰度咧。而第一個月銷售額已經達到7.8萬港元啦！哇，咁勁啊！至今3年總銷售額咧已經達到117萬港元啦！哇！咁啊，食到少少甜頭之後咧，亞歷山大咧就繼續玩咯，用 ChatGPT 融入咗佢嘅工作流程啊。咁佢用 AI 幫佢 filter 走晒一啲唔啱嘅產品啦，慳咗好多時間啦。同時佢用埋 AI 管理庫存，提升呢個效率。咁之後點呢？嗱，業務擴張啦，開始。咁佢繼續咧就納入一啲更加多嘅採購名單啦，做大佢啦，投放時間更加多啦。咁啊都係咁噶啦，都係日以繼夜計日啦，通宵達旦咁去做啦。咁佢解釋啦。佢話亞馬遜咧係快速聞名嘅，所以業務係必須講求效率。咁佢啊作為一個轉售商咧，佢深知競爭價格同就係事情嘅關鍵啊。佢話佢係透過低價大銷量嚟創造盈利啊。哦，咁點解佢唔直接去批發商入價咧？我就唔好明呢單嘢就係咯，你直接喺批發商搞咪得咯？點解要喺亞馬遜度掃啲咁嘅嘢咧？係咪？咁啊點啦？點都好啦。嗱，而家佢咧就銷售額已經達到4.7萬一日噶啦，港紙啊！哇，利潤咧大概點樣啊？利潤高達1.6萬喎！哇，係咯。咁啊，暫時佢嘅話咧已經賺夠啦。讀翻書先喎，係咯，讀翻書先喎。咁啊，暫時都好叻仔啦。呢啲正面啦，其實真係 AI 而家。真係好多，即係我覺得而家專家已經開始，即係點講啊？聰明人開始唔值錢啦，真係聰明人真係唔值錢啦，唔使聰明人啦已經。係啊，你即係想做邊一啲行業，你點樣嘢？你真係琴晚都講咗啦，嗰條片 Elon Musk 嗰條片都講咗啦。AI 已經食晒我哋人類咁多年以嚟累積落嚟嘅智慧噶啦，已經食晒啦，已經係咯。佢已經係一個各項嘅專家啦，已經真係好幸福咯！我覺得呢個年代真係好幸福。好啦，今日咁多先啦，俾個 like，拜拜。